今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来跟所有十方一切各地的莲友们，我们来介绍这一章墨宝。各位很重要的一句话：你的幸福跟快乐，你是不是平平安安的？你要用的，你不会欠缺，而且心情很愉快，你觉得很满足。可以，你的幸福跟快乐在哪里呀？不在别人的嘴里呀。人家讲你好，那你就觉得自己洋洋得意。如果讲你不好，批评几句话，你的心情就很低落、很痛苦、很忧郁。各位，糟糕了，你是掌握在别人的嘴里呀。不管他说好说坏，你的心一定要很清净，如如不动。各位，不受影响。这个修行才是得力，才是有功夫的。我不要在意你别人任何一句话，我自己知道你有没有，你很清楚。别人说你很好，你好在哪里呢？如果你没有的话，德不配位嘛，必有灾难的，你一定有灾殃的。如果人家讲你不好，但是我也没有这样做啊，对不对？好。你看，我们是非以不变为解脱啊！你讲的都是在攻击别人的，你在讲我的毛病。但是如果我真的做了，我就改进。我没有，你一直批评我，我心安理得。你是在消我的业障。我不但不会怨恨，我有感恩的心对待你。所以我们人应该知道，你的快乐不在别人的嘴里面，也不在别人的眼里哦。人家慈眉善言的对你这样子脸上带着微笑啊，你好，这样你就觉得很满意、很幸福、很快乐。但是如果横眉竖眼的这样，眼睛瞪得好大，对不对？那个愤怒相的金刚怒目相出来了，各位你就觉得很不舒服。你看，糟糕，你的幸福跟快乐掌握在别人的眼睛里面了。你这个修行就不得力嘛，不得力，你根本一点功夫都没有嘛，你不应该这样子嘛。你要问你自己，我做了没有？我有没有做？还要很清楚。所以我们的幸福快乐不在别人的眼里，而在哪里啊？自己的内心里。你的内心无挂无碍，知道外在都是虚幻不实的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讲得最清楚了。见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你看到那个相，外在那个相是假的呀，它就不是你所想象那样啊。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啊，外在的这些动作啦，他的表情啦，你要认定那个是假的哦。那你即见如来，你就看到你原来的本性。本性是没有增加，没有减少，你的本性是不会动摇的，你的本性没有生灭的，不会生也不会灭的。它本来就记住一切的，所以本性能知万法呀。为什么佛能够知道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所有不管多久多久的以前，不管以后有多久的未来，他都很清楚掌握在他内心当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灵性、他的佛性没有障碍，他内心当中很清净光明啊，没有一点烦恼跟压力啊。所以神通广大呀，智慧开展了，能够一切了若指掌。所以我不要对外攀援，都不要对外贪求，我内心清净寡欲啊，这样自然的，你的内心里面，你修戒定慧一样，你修了戒，有禅定，然后你就开智慧，所以世间的一切你都很清楚、很明白。各位，这就是这么来的。我们这一章送给大家，希望我们方向要对，修行的道路一定要正确，不要走偏了，一直向外这样子贪求，你烦恼不断，你的内心就污秽很肮脏，那你怎么能见到你本人呢？没办法的，你只要把这些都放掉，自然你的内心当中充满无限的光明，光明一展现，智慧就开展出来。智慧一开展，你看清楚这世间的真相。这些虚假的东西，我不要为它伤脑筋嘛，不要为它困扰嘛。之前我曾经跟各位报告啊，你知幻即离呀，知道这个是虚幻，你马上就离开。
不做方便，没有其他什么特殊的方法。很多前桥方便吗？没有，你只要知道是假的，你就离开就可以了。罹患季节，离开这个虚幻，你马上就觉悟了。我们原来的本性，那个佛性就自然就显露开来了，亦无渐次，也不会说一定要等多久，不需要。只要你一离开这个幻，马上就觉悟。这个道理就在这里。所以幸福跟快乐不是寄托在别人身上，而是在你自己的内心里。好，各位听懂吗？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